台南市长黄伟摕化身证婚人，看到新人交换手指。台南市联合婚礼伫安平国际义载金城登场。婚礼当中，市长替50对新人宣读结婚誓词，见证因浪漫的爱情开花结果。无论富贵或贫穷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顺境或逆境，都愿意相互扶持与爱护。愿意彼此尊重与包容，相爱相守，永不放弃彼此，直到白头。新人杨明前和现场所有的男方，你们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新人吴宇珍和现场所有的女方，你们是否也愿意？我愿意。仪式结束了后，市长黄伟摕以甲每一对新人以及亲友合影留念，爱伫因人生上重要的时阵送到幸福。来到这边义载京城，大家一定知道这个意义，就是在希望爱你1万年还不够，要爱你1亿年。义载就是这个样子，希望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且要长长久久。台南市政府嘛特别大心的准备行李箱棉被等物件送予新人，阁包括着台南的龙铁伞，象征嫁妆幸福满满一牛车。另外阁安排着木菜活动，除了有礼券之外，阁有家电以及50寸电视，予新人有一场浪漫的婚礼，为人生当中上重要的这一刻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